今仔继续来看这个中华万人血清抗体集中报告，带来的好消息，全国感染率8.3%，代表台湾的防疫策略是有效的。中华县卫生局讲，因为台湾新冠病毒头一个本土病例，甲头一个死亡病例拢伫中华，所以这个中华若安全，台湾就安全咯。但是医界认为，这个数字袂当代表台湾。 因为检验的抗体是咧反映着过去感染的状况。即摆大家若是来放松，疫情的演变真快速，真有可能随时就来崩盘。虽然台湾嘛当拍拼咧研发着疫苗，但是疫苗嘛毋是万能的，大家一定都要做好防疫的工作，安尼才会当防堵着病情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一般的民众在社区里面，它相当的安全。 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的报告出来啊！中华县卫生局长叶彦碧一开喙就注一支强心针。伊分析居家检疫医护人员在高风险的对象得出的阳性率是8.3%，确实真低，敢有法度代表全台湾？高危险族群的风险，它的算出来的几率并不能完全回推在所有的民众身上。抗体检查呢，其实看的是过去的数字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月可能台湾的疫情还是会变化。这摆报告内面嘛分析中华县18位确诊者，好消息是每一个身上拢有中和抗体，对疫苗发展敢有帮助？医界也有疑问。 可能是有帮助的，但是疫苗的研发有很多方式啊，所以呢，病毒感染虽然能产生有效的抗体，但是呢，这些疫苗是不是也一样能产生有效抗体，很多是未知的啦。即马各国拢咧比赛疫苗拼量产，抑阁有疫苗，国门敢真正就使拍开啊？台湾呢，要靠打疫苗打到有这6、7成的群体免疫，其实很难呢。你说2、3年，我想5、6年、10年都不一定达得到。 你要开国门，医疗人员守得住，民众自身的防护观念够，其实就算没有疫苗，国门仍然可以慢慢的打开。医生强调讲，疫苗不是万灵丹，甚至法度阻挡病毒的侵入，上个根本的方式，依然是民众的防疫态度，遵守相关的规定，才有法度降低感染的风险。